朋友，你而家係咪好攰？好似點行都行唔出個困局咁，個人沉到水底，連唞氣咧都好費力。我明嘅，朝頭早鬧鐘響咗3次先掙扎起身，夜晚望住個天花板等天光，嗰種好似咧得自己一個對住全世界嘅感覺，真係攰到嘔。但係我想話你知，你睇唔到嘅角落，其實有好多人同你一樣喺度撐緊。好似街市個阿姨，每朝4點鐘起身開檔，個黑眼圈啊深到好似熊貓咁。但係見到熟客，佢依然咧會對住笑，問下今日煲咗咩靚湯啊？嗱，地盤嗰阿叔嗰隻手咧生晒繭，收工撳個電話睇到存款嘅數字，但係可能會嘆氣。點解？佢諗起屋企嗰啲細路，下年就讀大學啦，又咬實牙根咧就繼續去搏命。嗱，苦難呢家嘢好得意嘅，佢會令你覺得自己好渺小，但同時咧又會逼你咧發現自己原來好硬淨。你今日仲肯為件事喊，仲肯為自己掙扎，已經係一種強大。嗱，唔好睇小自己捱過嘅每一日，你企喺度冇冧咗，已經係贏咗舊年嘅自己㗎喇，加油！